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拨时间来参加咱这个台文的讲座。我先来小解一下吼，咱这个文学的讲座，咱是甲高雄文学馆、有台文博览会合作。咱可能有一寡新的朋友毋捌参加过这个活动，所以我先甲大家小解讲，阮台文博览会是伫做啥物代志。好，请你看正手边遮，你会看到阮逐个月有4种无共款的活动。第一个是全台语的讲座，就是像今仔安尼的文学讲座。第二个是台语文的课程，教大家熟悉白话字要安怎使用。第三个是招大家来用台语开讲的开讲会，搁来是台文的读册会，招大家来读册。好，来刷落来，咱来看咱每一个月活动。即马讲的是12月份的活动。好来，这虽然已经结束啊，吼，有一个万事讲台语的这个，虽然已经结束啊，毋过嘛是互大家批判一下，知影讲，阮过去这2礼拜，其实阮有办20、30场的讲座，内底讲的就是有真生活化的物件，比如讲咖啡啦、歌谣啦、俗语，嘛有教大家讲安怎使用书店，佮有一寡写作的手路，佮有一个科技的火箭。佮有咱有济台语文献，这有真济人来参加，无得空明年若有机会，咱嘛会继续办。好，所以咱看到的是单位纪念的追思会，这伫个11月到12月，阮已经有伫个台南办过，然后咱高雄文学馆遮顶礼拜嘛办过一场。那现主时遐也有伫个1楼的所在有相关的展览。咱会当写光批来纪念陈瑞生，大家若是有时间会当去看，你嘛会当去写批。好，所来咱来讲咱的台语讲座。咱即马看倒手边，就是今仔要讲的阿爸讲的故事出绘本，就是咱现主是伫直播的这个。正手边遮有一个另外一个讲座嘛是咱逐个月会主办的吼，拢是伫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半，分做2个，一个是要安怎用拍台语，一个是找书店的，找台语的书店。好，咱来看卖啊，咱今年下半年有7月份到12月份，每个月拢有一届。咱这下半年邀请的是杜信良先生，伊有真济无共款的作品，像比如讲7月、8月放毒，这是伊的小说。9月、10月、11月，伫个讲的是伊的诗集，所以12月是出绘本。好，等下咱会当听看卖阿爸的故事吼，阿爸讲的故事出绘本是啥物款的绘本？好，来，这就是即马这场。过来，咱讲一个吼，台文家诗面，咱大概逐个月拢有办，毋过咱的客月就是135这个。第3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半，咱这是互你拍台语，就是体验你的手机拍台语。有的人可能想讲，甲朋友开讲的时阵会看到奇怪，人哪有法度拍出罗马字，你哪会拍袂出来？这当然是爱有好的家师你若有兴趣的，请你来听。好，另外一个是伫个双月，就是2、4、6个月份，同款。是伫个第3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半，教你安怎敲找书店。其实为日本时代到今，咱有济书店记录讲有一寡台语到底较早的人是安怎讲，你即马若袂晓，你就当来遮找吼。好，来，这个嘛是同款。这个讲座，阮拢望你会当事先报名，你若要报名遮。下骹有一个 QR code， 你会当扫入去。好，所以咱来看另外一个是读册会。即马阮伫咧读的是放毒，杜信良先生的小说。逐个月第2个礼拜甲第4个礼拜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大家会当做伙来读册。好，这是现代人写的，咱嘛有伫读古早人写的白话字的文献，请你看正手边。这是逐礼拜3，逐礼拜拢读一届哦，8点半到10点半，咱就会知影讲古早人其实真久真前人就开始咧写台文，
吼百几当前台语就有文字啊，咱会当伫咧内底捡倒来真侪咱早就已经袂记诶台语诶讲法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刷落来就是你头前你可能参加过一寡讲座，甚至参加读册会，毋过你真正要写诶时阵，你会发现讲，你家己哪会写无落你来？会看敢若看有又有，毋过要写有困难，安尼的。阮有办即个台语的课程，有办基础班，教你熟悉基础的白话字。吼，你学了了，你若无继续留，吼，难免就袂记哩啊。所以阮阁办一个进阶班，吼，教你书写的美感。啊，阮上晚即期是伫个3月份，阮会开课，啊，报名单阮2月份会公开放送。好，刷落来，咱来看读册会。有诶人讲好啊，我著已经拢学会晓，会写字啊，毋过吼，我诶词可能无啥够，有真侪物件袂晓用。除了查词典以外，上紧诶方法是建议你参加读册会。啊，阮有甲有写老台语、叙述诶台语社有举办5个读册会，大家会当看吼，你会当经你家己喜意诶，有念歌诶，有陈瑞生诶，嘛有明英生，吼，甚至你想要读绘本。还是你感觉讲，人俗语拢足够讲，啊，到底是要安怎讲？只有5个，你就会当家己来找。啊，请你就是关键词就是拍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去遐报名就会使哩。好，这个是咱拄则有讲过。以上的活动，阮逐个月拢会更新，就请你扫中这个 QR code， 吼，面顶就有阮逐个月活动资讯。好，以上就是台文博览会。啊，即马我已经甲即个主办单位台文博览会小解结束，刷落来咱就要起讲今仔日的即个，来稍等一下吼。阿爸讲的故事出绘本，吼，咱今仔进行的方式会是安尼吼，就是咱有邀请3位真厉害的即个讲古的先生。因已经拢先看过绘本啊，然后因会分享对即个绘本的一寡想法，啊嘛会提出一寡问题来甲杜信良先生做讨论。好，所以咱即马特别正式起讲啊哦。好，来，咱请第1位秀佩。大家好，我是陈秀佩。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读。头一本绘本《乌熊先生穿关搭》的，佮有后一本是爱食番薯的枪，2本台语囡仔故要甲大家分享。好，后一页。我小可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即阵有组一个共学团，叫做丁母母的沙巴鱼。啊，阮是台南台语共学团。啊，若讲是团长吼，是小可歹势，就是讲，阮做伙组的啦。只是讲我是上开始就是起稿的迄位啊，毋过后来有招着愈来愈侪人，就是拢是甲伊甲囡仔讲台语，嘛做想要甲囡仔找台语伴啊，互因一个更较好的台语的环境。所以我即马是2个囡仔的台语阿母，就是我甲囡仔平常时咧讲话拢是讲台语，毋过我嘛毋是讲。自开始就完全台语，就是毋知影，就是拄好看到讲台语的一寡消息了，啊开始感觉讲做想要甲囡仔讲台语，所以其实我是伫囡仔1岁到3岁时阵有2个，啊了慢慢啊愈讲愈侪啊，所以嘛毋知影当时变做全台语，毋过即马就是到呾已经4、5档拢是全台语的情形安尼，啊若。是有对台语共学有兴趣的，拢欢迎来咱台南台语共学团丁母母的沙巴鱼来看卖。好，后一张。啊，我感觉真较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杜信良先生甲叶欣怡吼，其实实际上是有见过面有熟识啦吼。啊，就是这2本绘本是因写互家己囡仔的台语囡仔故。因为有一寡创作，即马咱会当找到台语绘本吼，有诶是为本地写华语翻过去诶。
啊，有诶是作者是想要用台语写一个家己诶家庭诶故事，也是家己想要用台语讲故事互囡仔听，毋过无一定是写互家己诶囡仔。所以我感觉这两本绘本内底吼，就是介重要诶一点，就是因拢是头起先是开始甲囡仔讲故事了，想讲即个故事敢会使，就是甲发展做绘本，啊，甚至讲甲印出来甲出版。所以我感觉就是因内底都有写着一寡咧写即个绘本的开始的一寡故事，比如讲乌行生死情关打的，你会当看到伫上头前的所在有做分享信用生死有写讲，伊想要甲即个绘本当作是留互囡仔的记忆伊讲这绘本是2023年6月初1的时阵。黑暗困的时编故事，互囡仔听的。另外一本是爱食番薯的枪，伊咪是安尼写，因讲有一天，阮的查某囝雄雄讲着放屁，规家伙笑甲变过。阮某仔囝着起故做伙编故事，我感觉这是真有趣味的，就是讲，我定定有听着讲，比如讲，阮团的嘛有一寡爸爸做介意甲囡仔做伙编故事，甚至家己有画出来。上尾竟然变做一本真诶册，我感觉这就是足特别好后一张。我感觉就是写互家己囡仔诶台语囡仔故，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因为是甲囡仔共同来创作诶，所以应该是会特别去合囡仔诶口味。而且讲是甲囡仔做伙编诶，所以足接近囡仔诶生活。当然，我感觉绘本有足侪种无共款，伊诶目的也是讲伊诶目标拢无啥共款。毋过这两本我感觉是安尼诶绘本。我咧看诶时阵，我嘛感觉讲，是一种鼓励啦，就是鼓励讲，大家平常时若有咧甲囡仔讲故事，会使试看觅，敢有可能讲，甲做伙编诶故事诶记忆，做伙留落来。好，多谢。后一张。来，若是乌行生死情关打诶即本因为我读了诶时阵，我会感觉讲有足侪问题，甚至讲我咧甲囡仔讲即个故事诶时阵，拄开始演诶时阵，伊就随问我问题，这我等者甲大家分享所以我看到即本绘本诶时阵，要请我来分享，我就想讲，我想要提出即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伊内底设计足侪无合理诶所在。这无合理，等者讲看觅所以我咧想讲，敢是若在我读起来，我会感觉讲是，若像是咧制作讲合理甲无合理诶中间，互咱来思考一寡问题，就是讲囡仔故虽然是讲故事，毋过嘛是有一寡议题会当做伙甲囡仔来思考。好，后一张。我毋知影大家敢有看过即本册，所以我就甲即本册内底几张图放出来。因为题目是乌行生死情关打的，所以拄开始看到即本册，我咧甲囡仔讲故事的时阵，阮兜囡仔就问我一个问题，就讲妈妈，迄乌行生死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就是伊的观念内底伊会感觉讲。那像情关打的，就一定是查某，毋过伊个叫先生呢，敢会使安尼？故事内底头前的所在有讲着讲，即个乌行先生他真长的音段，情关打的足水，伊嘛是无讲伊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伊敢若讲伊感觉足水，所以伊调工紧一双红色的关打的，后一页。来，所以我感觉有几个问题当思考咱讲无合理，毋过查甫敢讲查甫就袂使穿关带，我感觉这会当去做思考就是因为普通是安尼，毋过伊穿关带敢真正，就是讲若是真正是查甫敢有要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我头拄讲的，阮查囝看到头一个问题是妈妈乌行生死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过来第二个就是，若真正伊是查甫，查甫敢会使穿关带的？
了，查某敢袂使穿红色的啊？当然，即马做侪运动的拢是做红色，那嘛无咧分查甫啊查某吼。了，查某的穿插是爱安怎？查某的湿水是安怎？我感觉才有足侪问题会当去做讨论吼，就是讲，等恁仔讲故事的时阵，囡仔伊会等一寡问题出来，囡仔等一寡问题出来的时阵，咱会当安怎甲囡仔做伙来思考遮个问题。当然，我遮其实无要甲大家讲我的想法是啥物，只是讲咱咧讲囡仔故的时阵，除了讲一寡面向是讲，比如讲好，咱咧讲故事的时阵，可能你会当去甲囡仔讲色水，有啥物色水，有啥物色水，了敢会使嘛甲囡仔讨论，这是搁较称赞的吼。就是讲，若囡仔伊的台语的程度有较好的时阵，会当去问伊遮个问题。你感觉查甫平常时有啥物固定的穿插无？查某有啥物固定的穿插无？吼你感觉伊穿安尼，你就会当讲吼，你哪像看起来无介正常，无介合理啊？啥物？我感觉才有一寡讨论的空间。好来，后一张。这个故事吼，嘛足神奇的，就是后壁吼，伊毋若穿关搭的，伊搁两骹穿无共色。其实我看到遮的时阵，我嘛感觉讲，这是正常还是无正常的？当然，即马有足侪人伊是雕工两骹一定爱穿无共色的吼，毋管是袜也好，还是鞋也好。毋过，这个故事内底，就是你会发现讲，其他的人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看到乌行先生穿关搭的时阵，因是傻无的，就是因讲，奇怪，这个乌行先生到底是安怎？两骹会穿无共色啊，无共款吼。毋过，这个故事就是因嘛无去批评伊讲是安那穿甲安尼，颠倒是因感觉足水的吼。所以，当看到后壁有两页，讲因开始学伊吼，大家拢学伊穿一骹红的，一骹青吼，正骹穿红的，倒骹穿青，大家拢学了讲做下趴吼，也是讲做modern 安尼，所以故事后壁就是讲，伊毋若是穿关搭的尔，过来两骹佫穿无共色吼。这嘛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啥物情形大家穿无共色？故事后壁发展是大家颠倒是开始学伊，吼好，后一张来，所以提出一个问题是安怎会穿一骹红的，一骹青吼？毋过故事上尾吼，伊有回应讲为虾米啦吼？过来会当搁去想的问题是，敢有一定爱甲别人相像？就是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你敢有需要去烦恼别人安怎甲你看吼？所以若是转来到家己的时阵，甲别人无共，敢有要紧？就是会对囡仔讲遮个话吼，问题你今仔日若甲别人无相像，敢有要紧？过来你敢会烦恼讲别人安怎看你？过来。你感觉若两骹无共色，敢好看？你咧画图的时阵吼，还是讲你家己咧穿衫的时阵，你的想法是啥物？当然，你会当讲好看还是无好看。过来，你敢有类似的经验吼？就是无一定是鞋仔的部分嘛，有可能是你穿衫的部分。我感觉幼稚园拢足古锥吼，因家己感觉好看的，有时阵甲大人感觉好看的无啥共款。就是包括讲袜仔，我看到有一寡囡仔，因甚至是穿一骹长的，一骹短吼彩色的迄种，其实逐项拢有。毋过因若愈来愈大汉，伊咧思考讲伊要做的代志是啥物的时阵，伊要安怎去掠着伊甲即个社会中间的想法的一寡，就是冲突也好，也是讲要安怎去找到一个家己会使做家己想的代志，毋过搁较袂去惊别人安怎家己想的即个我感觉是介重要的代志吼。好，过来后一啊，过来就是要交互信用。就是我的分享就到遮，刷落来要交互作者来讲，就是对我的一寡
分享来提出伊的看法，多谢。其实咱刷落来邀请信良兄。这个问题吼，我想先小可讲者，就是一寡背景啦。因为迄阵阵我要编故事，其实编一系列的故事。伊的主角，我一开始甲囡仔讲的时阵是讲夜魔兽啊，其实毋是乌云先生。这个夜魔兽是我家己小可虚构的。伊是惊讲，因为迄个是黑暗编的故事，只是想讲黑暗编的故事是要互囡仔较好困啦吼。当然尾要出册时阵，尾就想讲，因为我叙述迄个夜魔兽的生长的时阵是较恐怖的，嘛小可迄个小可扑吉啦吼。当然迄阵阵要画的时阵是画。可能差多画差多的迄个朋友可能无好画，所以我就用乌云先生。这是个另外一个故事。主要是讲这个形象吼，这个乌云希望是讲伊会当是做囡仔的英雄啦，嘛是做一个魔友，因为就是要互伊保护伊去幼稚园上课嘛。当然伊其中伊经过什么寻着鞋啦，还是讲。有啥要穿迄个管打鞋，其实迄是要掺一寡教育的物件落去。当然想讲吼，以后囡仔的未来世界吼，甲伊安怎看待其他人无共人，吼，我希望是讲伊会当较像，就是卖互一寡偏见，尤其是讲咱知影，比如讲双性恋啦，还是讲一寡地路人，即马台南市你也三宝是去海岸路行者，其实嘛还是车站，其实做者 cosplay 的。我感觉讲这先甲囡仔教者讲，这是会当咱囡仔人，还是讲每一个人吼，会当自由去表达伊想要表达的物件。当然前提是莫去伤害着别人嘛。伊莫是伤害别人。双性恋其实查某拢会当穿管打的，这是某种程度是要甲讲即个观念啊，嘛留长头毛嘛只是要甲讲即个物件啦。而且就是讲咱台湾已经有认同双性恋即种认同双性恋所以讲我会嘛算是提早甲伊讲一个性别这个意识就对啦。还有一个就是水的定义是啥物啦？就是讲你穿两支脚无共款的袜湿水无共款的，还是讲鞋无共款的湿水？其实大人的世界嘛，常常安尼啊。阮走马拉松嘛，足侪人。穿无共款式的只共一个牌子只讲无共款式的色水真浅滩嘛是共款足侪马拉松你看足侪我感觉讲，伊这是你要讲伊敬五人嘛好，还是讲伊要表达伊个人的性格嘛也好，我感觉这拢是足自由的表达某种程度嘛教囡仔讲吼，水甲歹吼，你毋通自我的认定啦。爱伊个人我若感觉我要穿安尼我无影响着别人就是看主要看起来清气安尼，当然清气啦无影响着别人我感觉水就水我无需要去质疑别人的看法某种程度是要甲囡仔讲即件代志有一寡而且佫有我进前我写过，尤其是迄阵阵，我袂记几年迄阵阵台湾嘛咧杀双性恋即件代志我嘛有去写一首歌去比赛，后迄个后期会有即首歌你通小看影者，就是内底的词，主要是讲为。
尤其是你去观察即马路龄，无论是尤其是即个法律通过了后吼，路龄查甫牵手的啦吼，查某甲查某牵手其实是真侪啦。我是感觉讲嘛是提早互囡仔理解讲，其实你会当去做你家己，吼当然是啥那即有过去足侪种的社会观点是甲过去甲现主是有小可冲突的，甚至是差大尾就对啊。希望就是讲伊面对未来。甚至是讲，伊有一天伊的身躯边，甚至是伊本人，伊感觉讲，这个世界，我希望是伊对未来世界是有所准备的，就对啊。所以他才是想要甲教即教嘛袂当讲算教啦，就是讲，互伊理解讲，即个社会是安尼应当是较正常的啦，吼。甚至因为一寡较传统较传统的观念，甚至伫学校可能也是佫有同学，因可能袂安尼想，甚至讲因父母嘛无安尼教，可能尾甲接受着即种诶环境时阵，因会反抗，甚至会讲讲有诶一寡有诶无诶，会去伤害着别人。我感觉希望是讲伊袂当，互囡仔知影讲安尼是毋对诶，会当自由的去做家己，嘛是希望伊会当提早去准备未来的世界啦。这故事内容其实是迄阵阵是足相用的，临时编的，临时编的就是有一天，阮大汉的要去，要教讲伊要学画图，我迄阵阵迄暝就带伊去找老师啦吼。我迄阵阵想讲，安尼既然你要学画图，安尼阿爸先甲咱进前我阿爸编的故事，吼，甲伊来先来出一个绘本，互你做一个。你因为我希望你好学习画图嘛，因为伊想要学的，这是伊家己自我愿诶，家己野手要去学的。阿爸做互你看，吼，咱爸爸甲咱进前编的故事出一个绘本，想说做一个建本互伊理解讲，好安那，假使讲你也要学画图，咱阿爸我先做一个模样互你看。这某种程度就是讲，要甲一寡教囡仔陪伴的记忆，还是讲经历，做一个练习啦。这个练习对我来讲，我感觉要有一个成果出来。这个成果出来，其实毋是要代表啥物，只是讲我要甲伊教，是讲咱学习的过程，是说要有一个成果出来，无论是讲对你家己，还是讲对别人也好，你开出的时间，互你是说你可能你即马无啥物感觉，过一段可能10几冬了后，你搁转来看，我感觉伊会某种程度伊即个记忆是会当搁较久长的啦。这嘛是啥出这本绘本尤其是第一本绘本迄阵阵，我所想的代志，安尼缘由就是啥啦，因由就是安尼来的，以上。好，多谢信良，安尼刷落来，咱请秀佩过来甲咱分享第二本《爱食番薯的枪》。好，多谢。刷来我继续讲第二本绘本。这本绘本是欣怡的作品，欣怡是信良的牵手，嘛是阮有熟识，有当时拢会小可开讲者，算是朋友啦。这本绘本若要甲头前迄本比起来，因为我两本是同时间拢是我来分享，所以我家己私底下家己想的，就是会甲因做一个比较。这本是较侪页吼，像头前迄本乌龙，歹势乌形先生迄本差不多20页左右，但是这本到36页，就是伊的内容其实是加较长，较侪，过来就是
乌形先生迄本主要伊较大字的文字，就台画面遐看到的是汉落的部分，就是有染一寡罗马字。毋过，因为即本伊头前的后壁是有加汉字啊吼，毋过头前的部分是全白话字的，嘿。我会去讲即本绘本，就是讲我看了，我感觉讲伊咧讲一个伊的兴趣，甲伊即个兴趣，互伊一寡困扰的一个故事。我会讲，我感觉伊是一个台语的公式的心中故事，安尼。好，后一啊。我会讲伊有一个公式是，你会发现讲，比如讲，伊伫一寡就是故事的进行当中，伊会一直出现同款的语句，吼。头前的部分，是介绍伊的主角，主角是一只爱食番薯的枪。我感觉伊的图画了足古锥，吼，嘛足喜即个图。伊讲，阿良是一只像安尼，伊足爱食番薯，这其实是伊上大的兴趣和后一啊。所以我家己做一个整理吼，头前的几部分吼，就是应该讲头前几啊，然后是咧讲即个部分，伊的名叫做阿良。我感觉伊应该是故意号即个名，因为故事内底的人物头前乌形先生嘛好，因哪像拢是想要用厝内底的人的名来做因主角的安尼。伊上爱食的就是番薯，伊介意耍的有足侪种吼，比如讲做买呀，掠田的啊吼，耍红啊安尼。毋过因为伊足爱食番薯，会有一个足麻烦的代志，就是咱拢知影讲番薯有当时食伤济放屁，所以变做讲有小可有冲突吼，就是伊足爱食番薯，毋过即件代志会互伊感觉足困扰，因为伊会放屁和后一啊。所以咧，即个绘本我感觉真古锥的所在，就是伊用足侪页来讲，伊食即个番薯的放屁到底造成啥物困扰吼？就是伊敢若讲伊会放屁尔。所以我感觉遮伊其实放入去足侪想法，甲伊即个放屁的困扰吼，讲足长足长。包括讲头前讲着掠尾鸭，也是掠田的吼，遮的物件拢因为伊会放屁即件代志吼，受到影响。了伊即个放屁啊，佮有法度吼，互伊就是为厝内底为涂骹互飞去天顶安尼。伊用就是足侪页来讲即个部分，即个困扰和后一啊。普通吼拄着即个问题，咱当然想要问讲对我安尼到底刷落来，到底是要安怎做安尼？伊上爱食的是番薯，毋过伊的困扰是放屁。所以伊若想要食番薯，就会拄着麻烦。到底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为虾米我讲伊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就是我会感觉讲有当时咱若是拄着一寡问题，我足介意的物件，毋过即马因为啥物麻烦，我无法度继续做。我普通是咱会想办法哈过去嘛，所以我会感觉是伊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伊即个故事内底，伊是一直去问别人。我想袂出来，不要紧。毋过我来问其他的人试看觅，就是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好后一啊，来，所以即个故事内底伊阁有足侪其他的角色吼。比如讲，即张图内底就问讲，请问一个，食番薯足够放屁要安怎？这是我头拄讲的，就是有一寡较公式的物件，伊拄着。无共款的动物，伊拢会问共款的问题，所以即句请问一个，食番薯足够放屁要安怎？其实是出现足侪解。毋过你会发现讲，所有的动物因的回答拢无啥共款。即只山猪仔足古锥吼，伊讲我有鼻结吼，真罕滴放屁，真歹势。所以虽然讲伊若像有一个公式，伊直咧找人问共款的问题，毋过后壁的回应其实无啥共款吼。我感觉就是即种故事的设计吼，
做适合幼囡仔，就是较细汉的吼。啊，当然较大汉，像阮兜大汉的即马是2年啊，伊看即个故事嘛，感觉真趣味。啊，毋过若是对迄种幼稚园的来讲，我感觉伊伫即个故事内底伊会做者，就是无共款的讲法。好，后一张。来，我遮有甲一寡写出来，毋是全部吼。来，比如讲，伊讲我嘛毋知，我头拄讲有做侪种回应的方式吼。过来，我真罕伫放屁，因为毋是所有的动物拢有即个困扰吼。啊，有诶讲我哪食哪放。啊，头拄看到迄张就是上尾迄句讲我有秘诀。好，后一张。来。即个故事尾也是安怎解决？因为我咧想讲嘛是，请大家去看即本册，就是你会当甲即本册找出来，我毋知影等者虾米，敢会甲大家讲吼，上尾是安怎解决问题吼？因为上尾问到最后，有一个人出来甲伊斗相共，安尼就是解决伊个问题，就想讲哦，原来是安尼。安尼我就知啊吼，我会当继续食我的番薯，毋过我即个放屁的问题，佫会当得到解决。嘿，啊，上尾我是想要甲大家讲，就是我感觉用台语，因为拄则是讲着爸爸妈妈家己写故事，互家己的囡仔，是甲囡仔做伙做创作。啊，毋过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感觉讲像讲，我即马拢甲囡仔讲台语，毋过大部分我咧读杂志啊，还是讲囡仔的故事也好，因的册也好，其实我感觉甲华语比较起来，其实台语的册也是真少。啊，所以我定定就是摕到一本中文的册，我就爱随甲翻出来。啊，即个时阵我就会感觉讲，若有台语的册，对我来讲实在是真方便的代志。所以我会想讲，若大家会使有即个兴趣，希望大家拢会当用台语讲咱的故事，啊，毋若是安尼，佮用台语来写咱的故事，吼，就是互咱咧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有佮较侪，就是互台语家庭也好，还是想要认捌台语的人也好。会有较利便的方法安尼，啊，等者请欣怡来讲伊的故事，就是我提出的这个部分。啊，多谢大家今仔日我的分享就到这。好，多谢秀佩吼，小连续甲咱分享2本绘本。我嘛真赞成秀佩拄则讲的，因为咱即马真正台文的册要伤少，毋管是绘本、小说。诗集、散文等等，拢实在是有够少。啊，阮望讲，咱会当透过即个文学的工作啊，咱会当为内底学到一寡物件，咱嘛会当开始写。咱有台语、有台文，咱就有机会成做咱台湾的文学家。啊，接落来咱请欣怡来回答。平安，我是欣怡，我先自我小解者。我是迄本《爱食番薯》像诶作者，啊，其实即个主题是阿爸讲诶故事出绘本，啊，毋过阿母嘛互叫来斗闹者安尼吼。好，啊，我先讲者，我过去20档拢是伫病院咧上班，啊，有囡仔了后就开始会伫图书馆，还是先台迄个大树骹囡仔讲广告，啊，即嘛嘛会伫图书馆广告，啊，即2档伫国校有兼一寡台语课，安尼后一张就写。包括秀佩有讲到迄个韩之枪即个主角叫做阿良，去互伊看出来，阮就是雕工会甲阮兜诶人诶名刻入去阮诶绘本内底，因为阮兜就是足侪人爱食番薯，特别迄个叫做阿良诶人特别爱食，所以甲伊名变做主角安尼。过去就是阮兜定定拢会食番薯啊，就会放屁啊。屁到大港细港，有一天暗时咧困诶时阵，阮囝就讲：若食足侪番薯，安尼若飞去天顶要安怎？迄当时我想诶画面是一只足大只诶枪，迄只枪是蓝色诶，啊，伊飞起诶时阵是用2个大耳仔咧，啪飞起哩，啊，咻咻咻，上迄加几啊小风安尼射落来。啊，抑毋过画图老师可能念袂着迄个感觉，嘛无画出即款诶色甲迄个画面。啊，总是我感觉伊画真古锥，我嘛真满意安尼。啊，因为即个番薯伫台湾常常看着，伫台南
佫有足出名诶航汉字通好食，真素尚。所以其实即本绘本伫幼稚园内底，教囡仔特别捌，因会调讲迄间即本册出来互因诶老母还是老爸念，也毋过妈妈拢会讲，好，就开始变因家己想，因为内底拢罗马里看无。所以即时若有听着我即马讲话的人，会当去参加迄个逐久啊欧巴老师推荐的迄个台文博览会的一寡学白话字的迄个什么课程安尼。好，我是想要甲我教阮囝即款开讲幸福平凡的代志记录落来。会特别来讲汉字是想要讲过去的人食汉字食甲惊，即摆的人感觉迄无啥。佫有台湾话有一句话讲，汉钱毋惊落土烂，只求知晓会生炭。我感觉即句话就真正是台湾人。也毋过环境安尼，咱拢是爱一步一脚印，毋通闪避，毋通去背骨。要做一个勇敢的台湾人，其实无遐尔简单安尼。各位讲到就是语句一直重复，这是特别设计。逐久小朋友讲到，这对迄个幼婴仔来学台语真好。事实上，我伫故事场，若是迄种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听一摆，出一只动物嘛，安尼讲一摆、两摆，第三摆伊就会当照咧问，什么我最爱食番薯，做个放屁面安怎，伊就会甲即句话拢讲出来，而且是愈讲愈顺。所以句型重复，囡仔就会听咧就学起来啊。重复佮成熟对囡仔要学这个语言是最重要的。伊其实毋是袂晓讲，毋是毋敢讲安尼尔。所以即个话是摕来听、摕来讲、摕来生活中使用，并毋是要摕来考试的。我会调讲用做这种动物，一直互伊去找答案，是因为我毋是要教囡仔一开始就找着答案，嘛毋是要教伊直接甲伊讲答案。我要互伊知影讲，咱要爱有去找答案的能力，甲迄个勇气安尼。好，后一页。这中华问句讲过啊，调讲是用白话字来书写，是因为阮想要互白话字，互较侪人看到，即款文字是足侪人咧使用的。佫会当特别是台南腔，迄个王，台南拢会啥物？张先生的张，像拢是王的音。我想要互即个腔口会当继续留落去，因为咱会煞位去做工课，有当时啊去别位，可能迄腔口就会南去，无遐尔准。我想要甲即个声音保留起来，因为我感觉这就是阮生活的声音，这就是阮阿公阿嬷讲的话。我希望即个文字是有价值的，是有情感的。所以即本绘本对我来讲，毋是一本啥物文学作品，是一段我教阮厝内底人的记忆，是一种语言的练习，嘛是我对即片土地的情感安尼。我希望你当来听即本册时阵，一笑的同时嘛，是会当甲咱的台语，佫有遮土地即个心情，看啊贴入去心内安尼。因为语言毋是一道边就会晓的物件，需要时间，需要环境。我希望在座有咧听的人，爱继续甲台语讲落去。好，以上。好，多谢作者心意哈。拄则安尼听过两本，一个是乌心先生请官大的，一个是爱食番薯的枪。以我个人来讲，即两本我看着，我就随举手讲我要买。我甲他看了迄个设计，就是迄个图吼，我就感觉讲足介意的。我搁买转来现了，我就感觉讲，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出去外口广告。当然，我最近拢较无机会啦吼。毋过因为伊内底有设计一寡。就是拄则讲一直重复的问句，这真正伫咧教迄个细汉囡仔时阵足好用诶。逐个有机会会当去外口广告，互逐个听。好，来刷落来，咱就是后一本是要小解迄个信良先生的憔悴树王公。咱邀请庆子老师来替咱分享。
大家平安，我是庆子。我伫遮先简单自我小解一下。我即2档嘛是有伫国中小咧做台语教学资源老师。我过去嘛是伫迄个图书馆咧讲台语故事，嘛有伫广播社伫新台大树骹遮，嘛有含迄物过去伫新老幼稚园内底，阮有做伙做共学台语共学，嘛是迄个教育部毋是文化部认定诶台语文化家庭。好，请后一张。对，我遮先简单小解，因为其实过去我毋是一个台语人我7岁进前，我诶生活环境，我77年厝诶，虽讲毋是做老嘛，毋是做少年，毋过就是我先简单讲我迄个背景。我是高雄人，罗德人。我7岁进前，阮老爸老母是拢对囡仔讲中文，毋过我诶生活环境迄时阵有阿公阿嬷，逐个亲戚朋友一大口罩拢住做伙。我诶生活环境，我诶厝边头尾拢是讲台语较济，毋过若拄着囡仔，因就会自动转做中语。来刷落来就是学生时代我就来台南读册，刷落来就工课时代拢一直拢是中文，所以我毋是一个真正诶台语人。毋过我诚做老母了，拄开始是因为我含阮翁想讲人讲迄个囡仔吼，就是爱双语头壳才会发展好，所以我就想讲好无阮翁我含阮翁无人英语较好，毋过迄拢是比较诶，所以我讲比无我讲了较标准，无我来讲英语，伊来讲华语。好，所以阮就安尼进行一冬外就伫生活中发现。我诶大家官，佮有我厝邻诶人，想要含囡仔做较深诶交流因为大家官伊本身就是拢讲台语一世人拢咧讲台语，所以对着囡仔，伊也袂晓讲英语中文嘛讲了无介标准，所以定定用纠正。我甲意识到，我哪会经一条遮歹行诶路，互我厝邻诶人想要含囡仔做真心诶交流是无法度诶，搁爱安尼弯弯翘翘，即条路做歹行。自迄时阵，我就开始敲找做者资料，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我一定碰见的语言，我一定要长线的语言，就是台语。我7岁进前拢有为什么我后来7岁了后到达30几岁要40岁拢碰见这个物件要安怎办？搁继续去想的时阵，才发现讲内底有足深，我含即个土地情感。虽然讲7岁进前，迄个是足细汉的时阵，毋过当我想起我过去含阿公阿嬷含厝里的时大人含厝边头尾咧用台语，你讲着遐语言的时阵，讲着遐语句，讲着遐情景的时阵，我心中有足深的感慨。所以我就对迄当时做老母了。第2档到档应该是5、6档啦，对，所以含大家继续拍拼，对，好，来请后一页。今仔叫我要小解的是我好朋友信龙先生所出的《憔悴树王公》一本绘本。我收到这本绘本的时阵第一眼看到那会噗噗。迄含树王公树王公毋是树毋应该做青喙做大丛安尼含我想象的无介共。我就第一个感觉，互我感觉，这条语言哪会含伊的标题有足大的差别安尼，互我吸引我继续看落去。好，请后一页。看了我的感慨，我的感想是，这毋若是一本互囡仔读的台语绘本，这嘛是一本互含大人咧对话的册。人讲囡仔最爱听故事，无啦无影，大人嘛有啦最爱听故事的，所以这本册就是大人囡仔拢适合听，嘛无分年级。好，来请后一页。我内底我会简单讲着几我较有感觉、较有感动的内容。拄掀过来遮第一页画面拢是朴的各位看着这含实际上摕着的册是同款的色调，无色差。第一句就是讲天要光随望天毋捌真正光过。哇，这句话一出来其实因为我是一个足够感动的人定定看迄种感动的迄个电影，然后我就好甲。足凄惨，所以即句话一出来，我感觉这就是起价不赔呢。因为伊即个情景足朴的你其实嘛还袂看内容，你着干那看即句天要光随望天毋捌真正光过，你着感觉讲迄是一个足感慨的一句话安尼。所以来内底讲着是一个叫姐姐，应该嘛是大汉族囝的名啦，互我用来内底就讲着讲
这样的人咧生活，伊需要派一个牌啊，内底放一张树材啊，放伫内底，你甲人输出来要吐出来迄个废气，安尼做一个循环。好，来请后一页。好，就是即句，我搁特别用普普的语，因为我感觉迄句搁有配合迄个画面，实在是互我足感慨。天要光啊，随梦天毋捌真正光过。配合伊迄个，搁逐个爱搁挂迄个防毒面具最近逐个嘛，应该是即几工的迄落新闻。防毒面具，你看，咱伫生活中若是逐个拢需要透过即个，较有法度自然的疏开。你爱派即个牌较有法度自然的疏开，生活敢好过？嘿，这嘛，互我想起伫2019年的时阵，中国肺炎迄段时间，当伫大自然人类的活动减少了，大自然一下就恢复过来啊！我迄时阵更加感慨，人类其实才是世界的癌细胞，人类你创遮济效果出来，你还家己承担。好，请后一页。所以即句话，互我的感觉是，语言替咱的记忆咧活咧，可能咱这样是，可能对迄个绘本的一开始，你毋捌看过真正啥物叫天光鱼，天永远拢是普普的，所以毋过伊嘛是安尼讲照时间安尼咧过，透早就是天要光啊，阴暗就是天要暗嘛。你看即句话，虽讲伊毋捌安尼活过，毋过伊安尼流传落来。好，来请后一页。所来之下就是咱有看到一寡我简单念一下内容诶。雄雄姐姐发现有人对伫伊诶尻川后，原来是乌蚶、山猪甲山羊啊。来伊遮就开始讲着一寡咱生活中咱台湾本土内底会出现的一寡生物。好，来请个后一页。好来，伊讲着伊当着遮个动物了后，遮个动物。伊甲伊讲，伊安那去买即个网枪拿了，即个动物起歹呢，无接纳伊呢，紧赶伊走。来迄个火金好心带伊去买即个火金菇，嘛紧会甲伊紧险伊走，紧走，因为看到即个动物足生气诶。来，咱请个后一页。我诶感受是，即本册足直接，因为伊无假掰。迄较早咱看做者绘本，伊迄强调讲世界和平啊，就算讲过程中安那人有起冲突，过程中咱拢会看到有暖心诶，迄个较弱势迄方拢会较暖心好啦，无咱就好啊，无即本册无安尼，我看到遮足冲突诶，伊无随要接纳人类呢，所以我感受到诶是，作者嘛咧传达讲。信任毋是无限的，伊会一摆一摆的伤害，尤其咱看现主是真正咱人类对世界的消磨，咱的大自然消磨，就是安尼，这生物就是安尼一摆一摆安尼承受咱对因的消磨，所以因感觉个信任咱。伫即本绘本内底，我感受到的是足直接的，无爱那我嘛无爱，我嘛袂瘾啊，对无？好来，请后一页。所以来，咱就有看到作者足用心，伊甲咱足侪在地生物拢有小解出来，有飞鼠，有山姜啊，佮有水鹿的声等等。我感觉这对咱这样是生活，咱这样是国中小，其实这要高中读高中读拢无问题，因为因可能捌看过，这物件可能拢伫册内底看过啦，甚至。佮较细汉的囡仔，你甲伊讲这伊看讲这哪会？这啥物啊？这外国的生物是毋是？伊会对即片土地无连接，伊毋知影原来这个生物原在是生活伫即片土地。所以我感觉看到这个时阵，我就会讲，若是我伫咧广告的过程中，也是我伫学校咧教册过程中，我感觉这是足好的教材。咱就会随会使敲出讲，过去这生物是拢生活伫啥物所在？伊是生活伫平地，生活伫山坪，是悬山顶面？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教材。好，来请后一页。这敢是搭中好去啊？这个应该是头前我要讲的就是要讲生物，来请后一页的。共款这页嘛是有讲到咱一寡遮在地，比如讲青竹丝啊，白杂啊，古口花遮等等的。伊拢是用伊的名，台语的名咧小解遮个生物。好来，请咱继续后一页。歹势，等我一下，我关一下无好，来随等啊。内底遮个特有生物啊，咱拢会使用台语来称呼，毋是像
其实有正是咱伫讲故事的现场，也是伫学校教册现场，咱定定会使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定定有一寡新的物件，咱毋知要安怎讲。新的物件无，咱就用伊的原语去翻译。毋过咱旧有诶咧，原在有诶遮物件，咱较早阿公阿嬷也无甲咱教，也是拢一定做先去，咱嘛无人通无，书底嘛无收，这要安怎办？我感觉透过绘本故事中，这自然互囡仔去吸收着。即种毋免特别教，对，即种伊就是听咧，伊就知影哦，迄叫白菜啦，哦，迄叫龜殼花，这对囡仔诶吸收来讲足重要。咱会使互囡仔对咱生活中佫有过去，即个已经消失去诶语言去做连接。请有一页。即本册互我感觉上有另外一个感动诶点，因为感动诶有足侪点。另外一个感动诶点，就是每一个世代心中拢有一张树王公。我想起来是我细汉诶时阵，无共时代，就像我幼稚园我国小我若无共生活环境诶所在，迄个附近一定拢会有一张大树迄嘛是阮迄个庄林诶树王公，对。当时咱若去爬山，细汉诶时阵，若对厝里人去行，迄当时嘛拢会看到迄种白红色诶吼，你囡仔就是较热笑伊想要爬树迄拗树机，就去互迄树骹诶迄落阿公阿嬷讲，你迄毋好黑白共摸，迄有神有内底有灵性诶，你毋好黑白安尼来。其实我回想过来。咱每一个世代，这样的囡仔较歹讲，毋过对我进前的囡仔时代，我的囡仔伴公演的，也是我较早的，我的表兄，即八兄弟遮，其实咱过去生活环境中，拢有一场树王公，保护咱。其实伊嘛无算保护咱，毋过你回想起来，就哪像配合着即个故事内底伊的一个主角共款，伊是一个做稳重、一个做成熟的阿公，伊就一直恬静的伫遐固守咱即个环境。无论因为其实伊即个题材做绘本的有真济，伊嘛是拢会定定讲着，即张树王公就是伫遐，毋过伊四周围的环境一直咧转变，所以。我嘛是看到遮嘛是做有感动想起我幼稚园时代、国小时代、读册时代，迄张树王公这样感觉阁好，互我想起这，请后一页。对，互我更加摇起的是，这样时的囡仔心中感觉阁有即个世代囡仔感觉阁有即张树王公。若是无即张树王公，囡仔世代囡仔世界也是咱地方的生活经济是。经济也是生啥款吼，因为过去迄个所在就是咱食饱，咱就是去遐行树仔骹，来逐个互相问好，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一个所在。毋管是庄林的闹热，庄林有啥物大小代志，逐个拢会包围伫遐，以伊做一个生活中心。所以这样时的囡仔真可能就是外口嘛是介危险，所以伊的生活环境应该就是厝邻学校安尼可能爸爸妈妈拢因为相对资源较济，带去外口耍。问题是迄个耍毋是伊真正原在生活迄个空间，所以就算讲伊当着安尼一张树伊敢会有感动？对，这是我心中的摇移。请后一页。对，另外我阁有看到的是，因为即本册内底伊有足侪用词，其实无困难，毋过咱会使看到足侪绘本，因为。特别咱拢是用台语文来书写，伊就是惊人看无，所以伊应该足简单。问题是囡仔敢袂大汉，你即本册敢设定囡仔有幼稚园会使读，也是红个学龄前会使读，伊上课了伊就感觉这伤幼稚伊就袂读无咱一本好诶册，毋管是倒一个年龄层，应该拢是还会使阅读诶。所以我感觉即本册互我诶感动是，伊相信囡仔。伊用伊无家特别调教讲足简单，无简化伊互我感觉讲伊写落来，伊就是相信咱安尼读落去。就算讲头前后壁伊有啥物意思，可能无解理解，头前后壁安尼夹起来，伊就会使理解即本册咧想要传达诶内容是啥物。而且伊嘛互我感觉讲伊含囡仔咧，咱若含囡仔共读了后，囡仔是会使听了，会使心中有疑问，会使提问提出来，咱会使以即个绘本做一个对话诶媒介。所以我感觉即本册互我感觉是足真，无假掰，足赞。我感觉安尼，而且伊毋是限制伫某一个年龄层。对我来讲，因为
当时啊，咱若要讲故事，咱就爱看讲这样来即旁是差不多几年啊，卡邦啊内底拢啊准备几啊种版本甲细汉听无甲深的，甲大汉无想要听甲幼囡仔，即本无，咱会使互伊对生活中就去做一个比较，伊的语序内底，咱嘛会使小解互囡仔了解，对。好，来请后一页。对，来，因为伊个上后壁遮，如果无藏起来嘛，欢迎大家家己去显册去找册来显吼。伊上尾就是因为伊入去网墙内底，后来乱情养了后，伊就精神阿爸就家叫起来讲天火光我的感想是，敢真是伊会使阁招因爸转去骗网墙啦？毋过即个网墙啦，拢伫心中，咱望大家会使互相通传落去。所以对我来讲，即本故事册是提醒，是记忆，嘛是保存。另外阁有头拄则讲上紧无去讲着，我看了即本的时阵，上直接的，就是因为这样有咧接触各种小的教材，我就理解讲学校最重视伫个 SDGs 的即个课纲的内底，爱有编写这相关的一个教材。即本就是真正会使规个搬起来吼，伊会使互囡仔去理解着社会经济环境的等变化，互囡仔更较有感想。对，以上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哇，多谢庆子吼。这个分享足精彩嘛，互我想到一句话吼。我较早伫广告的时阵，人拢会问我讲，广告是毋是拢讲互伊囡仔囝听，因为大人无咧听嘛吼。毋过嘛有人吼，就是我的先辈甲我讲，毋是哦，咱伫讲绘本广告的时阵，其实吼为打出世0岁到100岁，拢足适合听囡仔歌。安尼看起来，咱即本超出树王公应该就是安尼册啦吼。你还未看过的人，请你进去买。刷落来，咱邀请作者信龙兄来替大家分享。这本册应该是讲这个故事，迄阵阵是雕工，应该是对象是要互我设定，因为是其实我是投要比赛，伊个年龄层差不多是国小国中这个骹斗啦吼。迄阵阵我想诶，其实我对大自然即个环保即个物件，其实是足早期有咧接触社会运动时阵，其实是较伫意诶。迄阵阵想讲是要，因为我嘛足介意大自然即个物件，原底就庄脚婴仔庄脚囡仔佫有咧爬山吼。即个树王讲诶来源吼，即个对象其实我即阵小说。阿芬其实嘛有写着，就是我诶心目中诶树王公就是迄个阮工厂迄个亲爸啊，我只是甲伊刷来遮讲一个故事即个故事咧是希望是虚构诶吼，小可用虚构诶手法，算一寡文学诶啦，佫有一寡科幻诶，就是像讲伊行入迄个梦内底，即个梦内底咧，其实。佮参与着一寡科幻的意象，这科幻的内容呢是甲咱未来面对的世界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像伊讲的，像我这本绘本内底讲，爱挂一个，阮之前讲的，讲伫北界的迄个社会壳啦，伫北界就是会人开人数空气，这个意象呢其实是1996年大海危机的时阵，嘛互我的印象啦。迄阵阵就是因为迄个李登辉要选总统嘛，第一任的民选总统。迄阵阵，阮阿舅就去，毋知去乌市啊吼，找一寡迄个人迄个人讲的防毒面具，我拢讲伫北界迄个小鬼壳啊。啥那咧？是因为因早期因顶较算顶时代有咧做兵诶，有迄个量化咧较经济较紧张诶时阵，因拢会惊战争啦。因就拢摕迄个人讲诶防毒面具，迄个伫北界迄。我就甲伊即件代志一直藏伫我心肝头。搁尾啊，就是讲咱即马空气污染啦，佫有。一寡臭树地球愈来愈热啦，
甲做伙。其实这个意向呢，其实是以咱甚至伫咱这个年，咱这代是有可能，那你若活较久，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后一代就愈免讲啦。所以讲，我这个写这个物件，就是嘛，希望讲社会教育囡仔的教育，嘛，互伊提早认知，这个社会，这个地球啦，伊其实开始咧变化，嘿，就是想要互因理解讲，只是足残忍的。我个人感觉是足残忍的一个物件啦。嘿，当然是用这个绘本的手法去甲伊讲。其实伊尾这梦，伊甲因老爸有法度去重新去行去。我感觉我无说明啦吼。我感觉这是会当想象，就讲囡仔。其实我要讲的是讲囡仔，你的路吼，你面对你未来的世界，我可能无法度对你对到调，过你的未来世界是可能是足困难。嘿，我感觉这是尾迄个到尾迄收煞迄个部分。嘿，其实我感觉写最后一段，其实我是足心情是足艰苦的啦。这就先讲到这。我这个绘本呢，我嘛希望嘛是讲一本较适合国中生甲高中生国小啊。我感觉因为一般市民的尤其台语绘本啊，我感觉是伤过束缚一个面向啊。我感觉伊个话拢真赞啦，过就是讲伊个题材，我感觉拢伤过死无。对我来讲吼，实在是应该较愤慨啦。当然这是咱的台语的困境，就是讲少人写嘛，嘛资源嘛少嘛吼。这所以我就讲安尼咱算是起一下头的吼。望讲有别人有才调的做阵来写一寡无共款的题材嘿。嘛是所以嘛是讲调工去写一款小可大自然的。另外一点就是讲，希望互囡仔人会当定定去接触大自然。是安那呢？因为咱伫城市，讲饲料鸡啦，饲料鸡就是讲，你无甲迄大自然合做伙迄个甲迄个电视啦，甲一寡电子的用品，大人嘛共款啦，大人嘛共款。所以讲，这本其实是要大人嘛应该爱去读啦。定定去带囡仔去接触大自然。我感觉这足重要，就是讲伊心情无好的时阵，有一个好放的所在。这嘛是根据有科学医学的根据的。所以讲，咱无法度无大自然，无树这种物件，也无咱的就是咱的意志，还是讲咱的心情的投放，其实是无法度有一个出口伫遐啦嘿，佫有一点就是讲学习经济头有讲的是学习这个物件，其实学习你若一定要有疑问。绘本呢，其实是有藏足者，因为伊字数的关系嘛，这是物理嘛因为字数的现实字数就是遐尔，所以足侪物件伊无法度来讲伊是绘本伊毋是教科书。任何册任何册你只读了，绝对要有疑问。你若无疑问，表示你的阅读是有问题。无疑问，迄就是毋是学习。大概看有啥物？第二点，动物毋愿相信人的设定，其实这小可用一寡文学的手路啦我感觉就是甲大自然的人甲大自然，我感觉是一个
一个互动啦吼。当然，我嘛毋是完全食菜，只讲有诶时阵是讲，咱爱替即个卖，应该是讲即是有一个轮回啦，或者是讲，嘛毋是讲轮回，就是讲一个好一个你。人类啥物拢爱想着，迄个人讲诶永续嘛，吼，经营会当生碳，直代生碳。你若讲啥物拢一直拢甲插手做一寡建设，无一个互即个动物生物，互一个空间，煞尾了后，咱人类是会较会着济嘛，做些病嘛是，像人讲诶南极北极。即马冰因为上过热冰拢扬去，一寡古早时代、上古时代的病毒拢走出来，这拢是现拄现的物件。过问题是讲，咱为一般人无知识，还是讲因为经济的，大家人拢想要较好样嘛，要一直要创造什物物件，一直其实为时阵爱打倒头来想讲，到底会安怎做会较好？虽然讲咱毋是，咱无真济代志，咱无法度改变。过我感觉这是爱有教育啦，这是拢是爱一步一步啦。可能无真济代志，毋是咱这代，还是讲后一代就通解决。过危机就是危机，伊长期。甚至是可能后一代可能袂拄着，嘛有可能。过后一代，后一代，我感觉虽然咱看袂到，咱看袂到，过真济代志就是必须要咱现主时有人提出来讲，你若相信，安尼咱就会先去行动，有去行动，咱遮惊吓的代志就袂发生啊。大概是遮两个。这两点先回应到遮，看后一页是毋是？用字我无特别有啥物考量？因为我原底就是用汉语为主，白话字安尼。当然有内底有想讲用一寡，我袂调讲用啥物特别的词啦，就是因为遐词其实是我。足自然的用起来，会用的物件嘿。第四点，就讲渐渐消失的时代吼，我感觉这是一个信用啦。这个信用呢，毋那是宗教尔，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希望。像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有人会讲较悲观啦。我感觉这嘛袂当讲完全悲观，主要是讲，因为咱有信用，咱有相信，其实这方面是正面的。虽然咱会惊吓，迄是人性的正常的表现。上重要的是，咱有去行动，去做一寡代志。我感觉这开始。对悲观的代志，就是我拄则讲，你若相信，有去行动，这代志就袂发生。亲像我今仔日自由时报刊一篇，我感觉就是讲刊去较远的，就是讲台北遮个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其实是我会当讲的是讲，咱可能平常时伤过自我啊，伤过了伤过爽啊。咱认为身躯边的足轻便、足利便的物件，还是讲民主自由也好，边仔的建设，拢是应该爱互咱的。其实毋是啦，咱爱去争取，咱爱去甲创造出来。这种物件毋是可能是应该是讲是过去一寡顶辈的人。留互咱的，问题来啊！咱爱留啥物物件互后一代？虽然是讲有个人讲后一代有后一代的福气啦吼，我感觉这是毋对的啦。我感觉完全
无完全对啦吼。问题是讲，因世界上有好诶歹，有好人甲歹人，啊，这是科学，这是统计，是无可能你身躯边诶人拢是好诶，无可能啊。经过迄是统计嘛，一定有好诶歹。问题是讲，咱去封闭，吼，有封闭？当然，咱有无帮无，咱心肝头嘛是有正面诶愿望甲希望，就亲像有人会徛出来，甲迄人，甲歹人甲动咧，互一寡人得命诶机会。所以讲，主要是我要讲诶是讲，树王讲吼，这是一个象征啦。伊不管是以文学诶角度，还是讲以社会诶角度，还是讲你要做啥物物件，伊有一个象征，还是讲你心肝头，其实应该爱有一个象征，一个希望。啊，这本册来讲就是树王讲，伊甲一个姐姐，伊互迄莫讲歹人啦，就是讲因为这个。乌hình嘛是讲，因为伊行要来迄梦诶墙内底，因为迄梦诶墙内是一个人讲诶托比亚，就是乌托邦啊诶世界。啊，伊已经认为人类是败害即个世界诶精锐啊。啊，个咧，树王公甲直救起来，伊是一个愿望诶象征，是讲吼。咱会互伊个，因为伊家己带去伊个树仔头树顶嘛吼，树尾溜，互伊看即个世界，来问讲即个世界是安那会拢无辜？我诶家乡伫倒位？伊看无嘛？啊，毋过我要讲的是讲，当伊醒起来时阵。伊会当去思考讲哦，这个世界是安怎会安尼？当然，伊会可能会怨叹顶一代做了无够济咧，哦，是安怎甲？还是讲顶一代是安怎甲这个社会这个空气污染污甲安尼？啊，我感觉这是会当接续来会当去思考的问题啦，吼。啊，个上重要是讲，咱会当做啥物？啊，当一个时阵呢，咱袂当。失去愿望啦，啊，这个树王公其实就是这个存在啦，意义啊，以上。好来，所以以上是咱作者回答庆子的问题哈。刷落来，咱要进行上尾一本，哈，再来是我好吧？啊，我是啥物人？其实我是一个足爱看绘本的人啊。大家看我台湾片只写讲演故事，你是感觉真奇怪啊？毋是广告的广告，啥得个演？好，其实我打开始是为讲中国话的故事开始，就是去学校学幼稚园啊，小学去讲故啊。迄个时阵你去讲故吼，其实免用足侪精神。你就是家一个故事自头到尾用中文讲，啊，大家拢听有，啊，笑笑的准拄煞安尼。啊，毋过我开始伫用台语讲故的时阵，其实我家己就伫想啦，我若是照中文安尼讲，迄台下骹的观众毋知会走了袂？吼，因为咱即马就是大家对即个台语的，特别是囡仔吼，听无的老实讲真济啦。啊，大人有诶听有诶嘛听无啥有，吼，所以打开始用去图书馆讲故讲台语讲诶时阵，我着小可去调整我家己讲故诶模式，就是哪讲哪演，所以我会变做讲，就是一个人你可能爱去演内底真侪角色，然后甲内底就是即本绘本我会看足熟，啊开始去设计讲我应该安怎讲。啊，才有法度吸引囡仔，伊想要坐伫遮听，袂走去安尼吼。好，啊，我看到即本的时阵，其实我就想讲，哇，特别啊！我即马若是要摕即本去讲故的时阵，我到底要安怎讲？因为我敢若看册皮，我都袂晓讲啊。因为
迄甲我头壳内底图书馆其实是无共款诶。吼，我毋知影你敢有看过即本？啊，我伫咧想讲，安尼我今仔日要安怎来讲即本啊？若是我要广告互人听，啊，对象若是细汉囡仔，哦，我安尼我真正爱演甲真辛苦，吼，啊，因为伊内底诶迄个。老实讲，甲一般绘本较无共款，一般绘本像之前有讲过，字数较少，然后画句重复，啊，所以这对广告诶人来讲是真利便。啊，毋过即本咧字数真济，啊，迄个画面老实讲看起来佫安尼普普，无感觉讲你会想要看落去。老实讲，你会感觉讲你无想要看落去。好，啊，毋过我这人较奇怪，就是你感觉图书馆内底诶印象是啥？应该是真光呀。真清气啊！毋过伊那话安尼，啊，我着会去面讲，我想要甲掀开来看。好，啊，所以我今仔会分享，我着想讲，规伫遮逐个人，吼，咱山顶每人应该是拢听有台语诶人，所以我着用念诶，吼，因为其实广告内底有一派，就是讲吼，你毋免搁加做啥物代志，毋免搬，毋免演，毋免有声情，你只要作者写啥，你着甲念啥，安尼就好啊。啊，所以咱来试看觅，我想要念头前2页，啊，所以我袂放册互你看，你就是用听的，然后你去想象迄个画面，到底作者伊要表达的是啥物？好来，安尼我就要开始念第1面咯，吼。伫一个砖头有一间旧后阁不止啊大间的老仔厝，门骹口挂一个牌仔，请安静，这是图书馆。无人会记得即间厝是当时起的，无看过有啥人伫遮出出入入，总是内底定定有一阵互人讲袂出来的味。足侪囡仔拢足好闲，是安怎才叫图书馆？阮拢毋捌看过有人来遮读册借册。有一天，阿姐甲阿珍提出勇气。杀开迄扇重宽宽的插门，门后壁的景致，互阿姐、阿珍行一条。厝内面每一面壁倒拢是册，册架悬到天棚，册皮磨甲破的册，线夜夜伫涂骹，有寡册页拢泛泛。有寡册角，阁有寡小过的号。好，来，我着先念即2页。我毋知影大家头壳内底想的敢有甲我共款啦吼。我当初伫咧看文字的时阵吼，就是我家己有当有即个惯势，就讲我先看文字，啊，莫斟酌去看迄个图。啊，我看文字的时阵，我着感觉讲，哇，这是啥物奇怪的图书馆啊！内底是有册啦，吼，啊，毋过迄册敢若吼，拢破破烂烂，啊，然后内底可能真侪涂刷粉，啊嘛有可能入面的时阵吼，会去互册撞着，啊是行你可能会跋倒，因为涂骹嘛有册嘛，吼，好，啊可能佫行甲拢伫都市，这间是图书馆啊，甲我头壳内底想的完全无共款吼，咱迄个图书馆的形象，逐个应该拢真清楚，咱即马每一间图书馆拢真现代化，啊，入面嘛是拢足光艳，甚至佫有囡仔的笑声，佫有一寡活动咧进行。有的图书馆原来盖老热啦吼，就无共款嘛吼。所以我看即2页了，我就先无掀去后壁，我就想讲，啊，即啥害啊？啊，真甲济入面了后吼，伊拄着的到底是啥？好，就是我看完即2页了，我就开始想象，伊到底拄着的是啥？啊，因是会去找扫帚、找桌布来开始摒扫，甲创较清气。啊，是入面其实因会落去一个你无想过的世界，吼、啊，是讲迄册内底会走出啥物款呢？哦，可能是法师，还是啥物款的怪物？因到底是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啊，就会吸引我想要去。吼、啊，我毋知影你的想象到底是安怎？来，啊，即马互逐个看一下讲。你看到即个色水啦，吼，即看到的色水其实嘛是较普较暗。看起来，即间图书馆
外表看起也袂歹啦吼，真大间。啊，毋过总是怪怪，迄个感觉都无啥像咱一般头壳内底的图书馆。啊，咱看后一页，入面即啊，真甲侪是感觉介欢喜，吼，真侪册。啊，毋过奇怪，啥拢是咖啡色，就是拢是暗暗的色。啊，咱图书馆敢会甲册拢放伫涂骹？啊，敢会敢若有互过小过，会阁卖呢？吼，所以就是甲咱原本对图书馆的迄个想象其实无啥共款吼。好，啊来咱因为安尼无共款，所以我感觉即本册会吸引读者，像我即种足好闲的读者，我就会想要知到底过来即个图书馆会安怎？是会当借册也袂当借册？到底会当看册也袂当看册？吼，啊，我毋知影你想的是啥物啦？吼，你即马会当伫咧心肝来想一下。好，趁我还袂现，还是讲你有啥物想法？你想要伫遮，你就感觉你足有想法咧，你足想要问作者讲，你到底是安怎要哪设计？你会当甲你的疑问先拍伫咱的开讲室，啊，等下最后杜信良先生伊分帖刷了后，我会替大家提问，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哦。好，刷落来绘本嘛，绘本你毋是干那看字，你阁会看图。啊，咱来看即张图吼，我看到先想讲，哎哟，啊，这敢是图书馆？是入面了后有一个暗灰哟，啊，看起来阁毋是啊，吼，那会敢若有人要甲册烧掉，啊，是伫图书馆进行，啊是伫咧啥物所在进行？而且遮会要烧册的人吼，有两个可能啦，你看伊的面拢看起来，伊无想要互人知影是啥物人，伊是啥物人伫烧册，啊，是讲其实伊是偷偷啊做诶。吼，我伫烧册，啊，毋过我无想要互恁知影，拢看起来。啊，你看内底有一个人正手边下骹，有一个人伊嘛无爱互你知影。啊，虽然咱有看到伊的面啦，吼，伊伫做诶代志，甲因等到边呢？吼，遐诶咱拢看袂出来，伊是啥物人诶？叶诶人，伊是甲册等入去火堆内底。啊，毋过另外即个好手诶，吼，即个伊是甲册要偷偷啊摸走呢。啊，这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好，我只有考起来吼，中有一个是作者真确定的代志，伊讲册会当改变世界。好，作者真确定哦。啊，咱来看卖啊，伊敢有甲咱讲册是要哪改变世界？啊，册敢真正有法度改变世界？其实我伫咧看这本册的时阵吼，每一页我拢有疑问，我拢伫咧想讲，啊，敢是安尼？啊，刷落来会安怎？好。当然，我袂当每一页拢互你看啦，吼，所以咱跳过来24页，看到24页，则我会个念吼。我感觉甲即马诶，咱台湾现处时诶，即个气氛吼，真正是拢真斗大吼。可能作者伊嘛拢对咱社会真关心，所以你看伊写出来物件，都是甲台湾现处是共款。好，啊，我个念一个吼，风声甲假新闻。亲像一支看袂到的武器，伫人甲人中间制造怨恨甲冲突。老大人吐一个大气，阿珍头仔压落来。原来知识若拢无人教，或者是互人扭曲，会造成遐大的灾难。老大人点头，这就是安怎咱来保护册，爱读册。每一本册拢是通向真相的一扇门。哦，那安尼看起来，即个老大人应该是拄则吼，甲册摸走要保护册迄个人对无？可能是安尼。好，咱说来看28页，从28页，即个画面互人看起来都感觉有较爽快啊，比拄则佫较好吼。这毋若是过去发生过的代志，现此时搁当咧发生。啊，坐问，安尼敢会阁有战争？老大人无应，点点。啊，坐问，啊那安尼，咱要安怎办？老大人微微啊笑，摕一本册，互因两人看，思考的力头。越读就是抵抗。老大人讲，当你读册的时，你学会晓认捌真假，理解世界，
而且无遐简单，就互人当做咖喱啊的人，也真淡头。所以，阮爱食做知识的守护者，像你共款哦。到遮，咱总算知影，原来迄个老大人伊是知识的守护者，吼，伊嘛真侪拢无碰见，吼，伊就伫咧内底嘛，无去互啥物乌空、啥物奇怪的所在吸去，也是有人有去做啥物无好的代志，就是个老人伫咧教育即两个人，吼。好，最后的结局是啥？阿姐阿珍因决定要甲图书馆的门拍开，互搁较侪囡仔来读册、借册。每一间厝嘛，使诚做图书馆。阿姐安尼讲，凡那咱保护知识、分享故事、和平的旨，就会伫每一个人的心肝生根布影。好，这已经是上尾啊，上尾看起来就是逐个人拢笑眯眯。过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啦，就是拄则我有考起来的所在，咱杜信良先生伊真确定讲册会当改变世界，过就我个人的经验，我嘛有看过一寡真歹在的册，就是看我感觉读歹去的啦，咱教科书莫讲，早期的教科书大概读完读较拢歹去啊啦，所以即马逐个拢要你解读，要无法度完全互咱的读较真正常安尼啊，若安尼，我若去读了即种歹在的册，我感觉真正有法度改变世界。安尼，即个改变世界到底是好诶，还是歹？所以我毋知影，信良兄伊遮讲诶，讲册会当改变世界，到底是虾米款诶原因？即马请信良兄来甲咱分析，多谢。这其实拄则，其实我到类似诶话吼，我用我普遍一讲诶讲法啦吼，其实这是科学，这是统计。人有好人甲歹人，你无法度改变诶。册嘛有好册甲歹册，这嘛无法度改变诶。你若人捌愈济，看愈济，你就会知影讲有啥物人是歹人、好人。你册读愈济，你读到一定的量的时阵，你就知影有啥物是好册甲歹册。所以一切都是你的眼界。这眼界，所以讲，咱拢讲教育啦，咱先甲讲教育。这问题就是讲，你必须要理解这个现实，这个自然现象。你要去信服，你要去承认讲，我今仔日骑车，骑无，也未出迄个双车路口，就有人一搞错干桥，讲你咧驶啥货？我要意思是讲，你一定会拄着歹人。咱先认知即个物件，咱无法度表演，咱出去有可能去你这文章底就有人歹人举刀要甲你杀啊，这是正常。咱当然这是无正常，过这是几率问题，所以讲这是统计。所以讲，咱必须要承认，这是会代志会发生的。你必须要去承认了后，你才有法度去抵抗，还是讲去莫讲抵抗，你才会叫人去避免，还是讲用安怎的方式去甲化解。我毋是讲，其实这是拢是公定，是讲做科学，毋是讲做讲去宗教去。其实这就是人讲的，咱科学界讲公定，做产品，比如讲我做产品，是安怎讲？这个产品，咱甲伊单调，因为测试了，伊就是这个手机啊，就是无好用，有问题，咱就爱甲听掉。所以做这物件，就是讲你必须你这个头壳内底，你这个头壳内底有一个系统，有一个思考的系统，你要知影啥物叫好的，啥物叫歹的，啥物叫做无好无歹。所以讲，必须讲这个思考这个系统，你必须要经过活托，甲去实际行动，实际去思考，你较法度建立这个系统。咱这个教育体制必须爱教囡仔这个物件，个可惜，咱过去咱这个无教。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讲，谁人要调工要推
话筒呢？其实当然有人讲，有册好册，啊，你这个册，你这本绘本啥那卖讲，就是因为咱的局限啦，就是讲咱的现实，这个册绘本无可能交代所有的代志啊。你无可能嘛，讲一本册教你所有的知识啊，无可能嘛。所以讲来分工。啊，我要讲的是讲这个咱的要义物件，就是讲，就头先像我来讲的，我拄则想要表达的讲，这个活托，这是当自我的学习也好，还是讲咱社会的迄个学校的教育也好，咱必须要认知这个物件，吼，这个制度、这个系统，咱必须要去建立起来。啊，这需要时间啦，吼，啊嘛是感谢的讲这个活托的重要。啊，啥会讲这个两本册讲无咧？其实我尾啊才发现讲，我是要交代一项物件，就是讲咱后一代，啊，甚至是咱这代遇到的问题，我想要甲这个问题做一个连接，这个社会议题做一个连接。连接了后，会当把这个观念带入你咱的教育内底。我感觉这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哦，啊，当然这思考的拢会较快啦。啊，佮上重要就是讲册吼，那假使讲你读这本册读了，无互你疑问吼，啊，无互你一个冲动讲，我想要佮收集。更加侪答案，应该讲收集更加侪诶讨论，还是讲佮想要佮吸引你佮看更加侪资料，我感觉这个毋是一个好诶册啊。啊，我感觉绘本是好处就是讲伊短短啊，啊，当然伊一个啊，当然大人读了后会有足侪疑问，我感觉这是一好诶代志，因为你会甲这疑问。你会搁去找搁较侪答案，因为你要甲囡仔讲的分享的时阵，你嘛会甲这疑问带互囡仔，啊，同齐相似的囡仔会有一个寡疑问，啊，伊会问搁较好的问题。一般人吼袂晓问问题啦，是安怎呢？是因为伊无真正咧思考即件代志。也则是讲，伊过去的生活吼，伤过束缚去啊。啊，我感觉伊无问题嘛，毋是讲伊个人的问题，还是安怎？因为吼，这人的心吼是长期束缚掉咧。啊，一个吼要甲透吼，这个干吼要甲透吼，其实是足困难的。所以咧，就是必须爱长期啦，长期接触。一届、两届、三届，聊啊，去训练啊！我讲真正是训练啊，因为当然囡仔是上好诶。咱变是讲这个时期，就是讲绘本某种程度是咧压制啦。啊，还有一点就是讲这个册吼，人过去啦，阮细汉，阮老爸老母话总会讲一句话，讲你读册读去脚趾边去。啊，其实这句话是有小可痞想吼。啊，当然这个痞想，我感觉伊嘛顶一代，因为阮老爸老母基本上是无，阮老母是毋捌字啦，啊，阮老爸是国小，啊，我感觉某种程度是自卑啊，自卑。啊，搁换一个角度来看，是讲咱应该是讲我较捌代志了，我感觉知识分子的义务啦。你知识分子的义务是爱讲，应该讲爱，你爱看到毋对的代志，你爱讲出来。安尼对我来讲，还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哦，咱去批判，啊嘛爱，甚至搁爱去行动，毋是爱看尔。你读这个册对毋对？啊对的，咱捡起来，而且爱去实现。上无是我诶教育，我过去诶老师是安尼甲我教，哦，啊，我个人当然我会，我莫讲坚持啦，是讲，因当然我嘛毋是100%做到到，啊，搁上无我会
观念是安尼，莫讲理念嘛，观念是爱安尼。我嘿，啊，像啊，知识分子有过，你若看历史吼，独裁者吼，莫讲德国诶吼，我这本册是用德国诶，应该是讲迄个纳粹迄种时代吼，迄个希特勒迄个时代，我是用迄个做咧。啊，其实足侪独裁者，中国迄，还是讲国民党迄，拢是第一个，拢是台下知识分子。是安怎呢？伊就亲像我拄则讲，因知影知识分子的义务，因拢知影讲，看到毋对的代志，我爱去甲讲出来，去甲批。所以讲，真侪第一个台吼，独裁者第一个台拢是台遐的知识分子啊，因为因有思想，因会甲遮思想呢，搁较拖去无知识的人，互因理解讲，啥物是自由的，啥物是民主的，啊，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吼，啊，我来讲，这请册的六头思考的六头，册的活托的力量，就是遮的物件。啊，遮的物件是讲，咱因为有遮的知识，甲遮的思考会反抗，会互咱的社会会愈来愈好，更较上无更较文明嘛吼，袂去世界放屎了有诶无嘛。啊，所以讲，我想要表达的讲，这活托啦，是希望讲，因为即摆册吼，就亲像我讲的，大人嘛无爱读啦，啊囡仔嘛无爱读，啊册是互机器人咧读的，所以有一寡迄个人工智慧嘛，伊嘛是甲遮个物件哦，毋是真正读啦，伊就是甲遐迄个模式捡起来，啊拄着啥物状况的时阵，佮甲这个模式佮套转。啊，这人讲的人工智慧嘛，啊，是莫讲准啊，无准啊。我讲这是未来的世界，啊，变是讲咱人无去思考，无爱活托，啊嘛无爱思考，啊，终其尾咧，就是人讲的民粹啦，吼，民粹，所以讲靠有一个草啊，遮侪草啊人出现嘛，就是造成目前即马台湾社会乃有三成至四成的人，佮无法度认清目前台湾的危机啦。我感觉这是嘛是，像那我这两本册其实是足讲的，甲赶出来。啊，我希望讲会当带头，啊会当互佮较侪人会当接手，安尼会当甲佮较侪遮议题。搁啊传出去，啊，其实伊内底即个阿公吼，即个内底守护者吼，册的守护者，其实甲树王公是共款的意思啦，你敢知？伊是一个愿望，一个希望伫遐守护，即个莫讲世界，即个社会也好，所以讲，其实绘本内底，虽然你遮两本你也看起来，其实有一寡。哦，你讲的直接也好啦，哦，啊是讲悲观也好啦，啊其实某种程度伊有一个较正面的物件伫内底，啊其实你爱去看出来，哦，你爱甲囡仔讲，其实这两本虽然呐吼，你感觉哦册看起来雾雾，其实我做解画风是安尼，伊拄仔符合这两本册想要表达的内容安尼，伊虽然是看普普啦，其实伊内底虽然有安怎悲观吼，伊有一个守护者点点啊伫遐咧守护咱，守护后一代，所以咧，尾啊，伊甲图书馆拍开，互搁较侪人要来，就亲像头我讲迄本啥像讲。因为伊下弯呐，甲迄树叶啊下弯呐，啊遐火金菇听着啊，吼，啊伊甲树王讲，哦，一个查某囡仔吼下弯要去梦的树呐内底，啊火金菇则点电火，一路安尼甲带入来。其实某种程度是有正面的意义伫内底，我是无确定
读的人有读入来无啦？啊，佮其实这两本册其实有带一寡较正面的，咱所讲的守护者伫遐，吼，伫另外一边咧等啦，吼，啊，以上是安尼。啊，嘿，对，即个吼，其实就我拄则讲的是讲，你来看迄个嘛是M段啦，吼，甲迄个台北迄节目是同款的。啊，即个敢若应该是迄个反送中迄阵阵人有香港的记者翕的啦。啊，迄个老爸，我毋无确定是伊是带囡仔去抗议啊啥呐，我毋知。啊，佮就是伊要逃命的时阵。哦，即个老爸带即个囡仔，即个我即个囡仔吼看起来，我以为可能嘛是5、6岁啦，迄阵阵啦，迄当时啦。啊，我看了感觉足感慨的，艰苦啦，毋是讲感慨啦，艰苦。我是感觉讲，咱要互后一代什么个生活，吼啊，即样即个影像其实一直伫我的心肝头啦。啊，我感觉讲，即个，你甲想吼，你甲想讲，你假使讲你伫迄个现场，你安怎做？啊，你的心情是啥？嘿，啊，咱会当做啥物物件吼？会当去改变？设使讲，即个经济是咱的未来，吼，因为你要相信伊会发生，所以你要有行动嘛。你才有行动，你才法度去改变。咱讲的性质不嘛，不胜则有嘛，就是安尼来。所以讲，其实咱毋是悲观，咱是眼界看求较远的，咱去接受咱目前现处时的危机甲现象。咱因为咱有行动，所以咱会更较坚韧，咱会抵抗力更较好。就参像你 COVID 共款嘛。因为咱有我前几工吼，会去应该是讲我前几工其实我心情嘛无讲介好，因为我小可就去看公司的迄个，伊讲和平归来，伊迄阵就讲应该是讲历史2003年的台北和平病院，啊，迄阵阵我人伫台北，啊，我甲看了，其实我有完全是感受到迄当时我伫台北的恐怖。路顶基本上是无人，你也是行伫路顶拍骹唱，规个人随闪啊看走去看无人啊。啊，我要讲的是讲，因为迄当时 SARS 安尼，啊尾啊，咱2000年还是我袂记2002年，迄阵阵 COVID 来时阵，咱有法度，当然后政府有做较好啦，吼，这是事实嘛。咱有法度做较安尼，啊，因为咱嘛去体认着过去 SARS 安尼，所以咱有注疫苗，吼。啊，我要讲就是讲，因为咱有行动啦，因为咱有甲过去的历史记起来，安怎做才会更较好？那因为咱有这知识，还是讲这记忆，咱有去承认讲咱过去有做毋对，啊，后一届拄着时阵，咱有法更较坚韧，更较坚强，也是讲更较有法度抵抗即款有问题啦。嘿，啊，出这绘本基本上某种程度，我嘛是希望有即款的意义存在。嘿，啊，嘿啊，就是以上就是安尼。嘿。好，多谢信良兄哈。啊，咱刷落来是问题交流的时间，咱即个时间互即个信良兄甲即个欣怡会当休困一下。啊，若是咱的听众，你有啥物款的问题，请你伫咧开讲室遮，甲你的问题拍落来。啊，等下我会代替大家来问。好，目前我无看到有人问问题，安尼我想要来问信良兄一个问题哈。因为咱拄要看3本你的嘛吼，第一本是你甲囡仔，就是普通时啊，可能是伊困进前你要广告互伊听，啊后壁其实是带寡社会责任啦。所以我看起来你的迄个绘本的创作其实主题真看门。啊，我毋知影讲未来你的计划，你后一本
吼，是想要创作什么款类型的即个绘本？敢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想要做2本一本是有关失智的老人失智的，其实嘛无一定是老人啦，我个人是做想要做，另外一本是甲人生，就是因为我咧走马拉松啦，我想要写一本有关马拉松的物件，可能用绘本来做，这个想是想啦，目前也未有时间，甚至较现实的是，因为今年实在是太无用的，明年我感觉嘛可能动袂起来吧，按过我是想要做遮的议题啦，我因为就是个感谢来讲台语文的绘本题材吼，我其实毋是讲怨叹啦，是讲因为写的人无济啦，其实写的人无济，当然。我是感觉我有资格去讲即句话啦，因为当然，因为我有咧看其他物件，我包括一寡应该是讲毋是主流的出版社出的，我嘛有咧看小可影，我嘛知影，其实出版因为这2本是拢我家己自费的出版，我无即届无摕到任何的补助，所以我感觉有小可食力啦，莫讲钱啦，是讲个，因为厝差不多3、4坪是囥册啊，3、4坪是忝悬的，所以讲其实是有压力的，当然这了我阁有爱有时间去创作，嘛有爱需要插图家来相听，当然因为你插图嘛需要钱。其实这拢毋是讲，毋是讲你想要做就做。我个人这部分其实是算足冲啊啦。我感觉甲一般人，因为一般通常拢有出版社足大诶赞助啦。亲像咱若想要写汉了，还是讲有白话字诶，基本上我是无条工去找出版社斗3工啦。其实有啦，第一本《乌行先生》是红古作的，当然这袂当怨叹吼，袂当怨叹，是因为甲出版社诶风格就可能小可无啥共啦，对啦，我这主题是这2个主题，我做想要做的啦，尤其是失智迄个主题，我大概有小可，莫讲小可差不多6、7成的落内容出来我感觉这是足应该爱写，就是回应着我想要做无共款的题材，共款意思。因为过几档吼，20个人内底有一个，应该是我袂记统计数字啊，就是20个内底20个人内底，听讲有一个人是失智的。我前几工看迄个统计的数字是安尼所以讲台湾的社会是愈来愈老啦。老人愈来愈济，所以讲我感觉这个议题必须要爱去，互大家人更较知影。我包括头讲人生的走马拉松这件代志，我感觉嘛想要透过咱台湾的老人愈来愈济这个物件吼，这个现象，这个事实嘛，伫马拉松这个绘本内底嘛甲写入。我要写讲，人生的路是安怎，莫讲走啦，就是讲，拢是爱一步一步，就是这个意向啦。我想要写这个基本上是要互，若是要互囡仔人，嘛互大人来读。我希望是安尼啦，以上。
好，多谢信良兄。这两本册互我足期待吼，因为之前咱有听，应该逐个人拢有听过某一个学者，敢若有做一个研究讲，若是咱每一个人拢有真具有的双语能力，安尼你的楼梯会当发生，就是讲较慢4年，我若无记毋对啦，4档啦，慢4档其实咱社会成本吼，就减轻真济安尼啦吼。啊，其实即马咱看特别是大家较早中文的绘本，也是英文绘本，其实早就有讲即种楼梯，吼，楼梯就是你拄则讲的失智即种吼，拢已经有真济册咧讲这，毋过咱台湾事实真正无半本，所以咱足需要安尼册，咱会当吼先甲囡仔讲，吼，先甲囡仔吞也好，因为未来真正可能每一个家庭拢会拄着安尼诶困难啦，吼，这真正是一种困难。过来是马拉松这吼，咱即马看当年其实台湾有真济马拉松，啊拢足紧诶吼，报名号有诶人着满啊呢。啊，当然我感觉你为即个点去切入去去做其他一寡延伸，拢真好，啊，互人足期待。好，啊，今仔真多谢信良兄甲即个希米会当来甲咱分享，恁所出版的绘本。啊，最后来即个台文博览会遮。大家看画面的正手边下骹遮吼，就是阮逐个月吼有即4种无共款的活动。啊，我拄则讲的即个活动，因为大部分咱12月份，即马已经21啦吼，所以阮新的明年度会阁有无共款的活动。啊，请大家时到，就是你若想要知影讲，阮有办啥物新的活动，啊，你想要报名参加，请你着扫即个正手边即个 QR code 有真详细的资料。啊，若是你袂记哩，你着直接拍台文博览会，安尼就会使哩啊。好，咱今仔时间嘛差不多啊，真多谢大家来参加，多谢恁，再会。